咪用完，我自己都癲，我成塊面咧崩脹晒，虎紋冇晒，眼袋冇埋，點解咁勁？一定要睇落去。如果你有咧虎紋好深嘅，眼底呢度咧好多凹陷嘅，或者呢啲位咧見到咧好多皺紋仔嘅話咧，呢個係全球第一個新嘅科技，新型嘅骨膠原。全球第一個咧冇加水嘅產品咧就擺晒啲咧骨膠原落去。正常嘅骨膠原要淋唔到皮膚嘛，而呢一個咧係咧細到咧可以穿透呢啲毛孔咧，一晚之內將成塊面凹陷嘅地方全部填滿，額頭紋啦、眼尾紋啦、虎紋咧極級有效果。最離譜咧就係填完之後咧，佢再要種埋一個咧最惡嘅外泌體，就係令到你自己咧都會生骨膠原嚟咧做一個支撐，一填一生，即刻做到一個咧係咧50倍效果，你塊面咧好似絲咁滑。本身咧你見到我呢度有條虎紋都係深啲嘅，呢度咧就即刻冇咗。